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科技重镇，当年的产值是挖1.4条。不过长时间上班加上压力，造成真侪高科技人员有不应征的困扰。为了鼓励生育，新竹市伫2023年动能补助计划了后，搁再推出中医调理补助计划，希望会当提升生育率。伫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人，虽然讲薪水互人真轻松，不过工课压力加上工作时间长，造成健康负担以外，甚至未少人有饿死囡仔的危机。在主科工作啊，其实工作压力真的很大，然后很多想要备孕的女孩子，其实都要寻求各种方法。为了提升生育率，新竹市最近推出中医调理补助计划，这负责伫新竹市20岁至45岁结婚男女符合资格，每人一年会当有2届中医调理，上悬补助2400块。中医透过望闻问切，可以针对他们的这个现在的体质，或者是目前工作上受到的压力，能够得到一个适当并且温和的一个调理。中医师指出，来诊所看不应症的民众，在内底都有3个是伫科学园区上班，呼吁民众想要生囝，除了顾好身体，运动嘛真重要。10个里头有3个都要，这是很范围很广的哦，它的比例很高的。考虑你的肾比较虚寒，或是气血比较弱，所以有时候子宫内膜它不容易怀孕哈。运动的部分的话，可以说改善一个新陈代谢，然后还有精虫的一个品质。当然话也避免这个久坐不动。中医调理补助计划包括医疗咨询、体质分析、饮食指导以及药材调理等等，希望透过计划提升生育率，打造幸福家庭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